冷氣加雪種，首選冷氣通資深技師即日上門速凍全屋。夏日炎熱，冷氣效果欠佳，很可能是冷氣雪種不足了。冷氣通提供專業冷氣加雪種服務，由資深技師即日上門服務，快速恢復冷氣的最佳效能。此外，我們也提供全面的洗冷氣加雪種、冷氣清洗、保養及檢查服務，讓你全屋速凍，安心過夏。為什麼冷氣需要加雪種？冷氣不夠冷。當冷氣機製冷效果變差，多半是因為冷氣雪種不足，需即時加雪種，運轉時間變長。雪種不足時，冷氣需花更長時間運轉，增加耗電量及磨損機件、內機漏水結霜。雪種不足容易導致蒸發器結霜，溶解後造成冷氣的水，影響室內環境。實用技巧：如何判斷冷氣機需要加雪種？冷氣設定最低溫但出風不冷，壓縮機長時間運作且聲音異常，室外機排出的空氣不熱或微溫，室內機有結霜或滴水情況。冷氣加雪種常見問題 FAQ。 Q1 冷氣加雪種多久能完成？ A 一般資深技師可即日完成，約需1到2小時即可恢復正常運作。Q2 雪種多久需要加一次？ A 建議每2到3年定期檢查及補充，以維持最佳效能。Q3 加雪種是否需要同時洗冷氣？ A 建議同步進行洗冷氣加雪種，可全面提升冷氣運作效能及壽命。Q4 冷氣通提供哪些相關服務？ A 我們提供包括冷氣清洗、保養、檢查及安裝等全面服務。